今年拄好嘛是北港朝天宫330周年，马祖的祖辈佮地方人士的祖宗，甲全台湾东西南北艺术拢靠来北港为马祖来献艺，大家嘛通互相交流求进步，上满汉全席的概念，计共有108个工艺师，108项的作品，用办道的概念，一人一道，大家甲大家上出色的作品哦提出来等，有雕刻。装笔、夹子、设计，佮有剪黏、新种、纸雕、彩绘、艺稿，各种无同款的工艺，展现出咱台湾工艺的水哦。和传统的技艺，嘛会当代代传落去。今年佮特别安排北港的金星村开锣鼓的演出，这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伝統文化，咱嘛做伙来欣賞。果、芦草、果吹拢出动，伫五湖四海宴门口摆场。这个106年历史的金星村开锣鼓，要为马祖祝寿。咱受个五湖四海这工艺妈邀请，咱来为工艺妈祝寿。一开始先摆场办身请神，过来就奏乐，以后到同后壁才会做上神烧金的动作。金星村开锣鼓伫105年成立。为迄时开始，替北港朝天宫马祖奏乐。日本时代皇民化运动大量庙市受破坏，不过因为北港朝天宫帮忙，也是甲金星村保存落来。2017年后，云林县政府订了做传统表演艺术文化资产。这个伫165年创立的金星村开锣鼓，到明年就有160年的历史。不过，这阵因也拄着传承的问题。妈妈就支持的，因为帮妈祖这样开路。觉得说还不错。有的人嘛想要参加嘛，无一定讲有才着入来参加安尼啊。因为咱学的这物件，无一定讲你学1、2个月，我着学咱学足侪物件，小乐小草，大草拍鼓喷车，拢是爱豆学的。伫清朝时期起步，经过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时期，真无简单，一路行到大。金星村开锣鼓当咧透过办活动，互少年培识在北港文化，产生兴趣，嘛有代表性的北港野马祖开锣阵通代传。记者郭文林、玉凯、云林报道。